第八線運動員聽唔聽到？聽到麻煩舉手。起點視察。即將進行女子 U16 400米初賽第一組。按有嗎？Set。起身 ，stand up。停，按有嗎？Set。日會宣布，今日嘅比賽會有物理治療義工為運動員提供服務，有需要嘅運動員可以去到看台上面近100米起點看台後方位置。另外，今日嘅比賽大會設有現場直播，各位可前 Booth Association Facebook 主頁觀看直播。